唉，肥到咁，又要入減肥健康餐地獄啦！搵把細刀仔逆方向咁樣刮走咗啲魚鱗先，輕輕用水沖一沖，記住唔好咁大水肥佢啊！印翻乾啲水，跟住落啲鹽、胡椒同埋香草醃佢。切西蘭花，如果唔想切到成台都係粒粒嘅話，可以用呢一個方法，搵啲淡鹽水浸一浸，再搵啲重嘢擲佢落去。薯仔同甘筍批皮切絲，早排見到啲 KOL 介紹呢部切菜器，話整沙律啊嗰啲好方便，我已經練習過好多次，但係佢都仲係各種嘅跌，各種嘅棘。我嘅人生就係不斷交智商稅，記住啲薯絲要洗一洗走啲澱粉啊！咁啊，所有馬匹準備妥當，可以開始煎魚啦。咁啊，煎魚就冇乜特別技巧，純粹係側邊個魚皮都要煎一煎。甘筍入面嗰啲胡蘿蔔素同埋維他命呢係脂溶性嘅，要落得夠油，啲營養先會出到嚟。我自己習慣蘸一圈清酒，辟走啲青味，加埋啲薯仔絲落去一齊炒勻佢。簡單就咁鹽同糖調味，唔想咁單調可以加少少浙江醋，炒到佢透透地明，但係都仲有少少挺身嘅狀態就 OK 噶啦。喺啲水入邊加少少油，跟住焯啲西蘭花1分鐘，揈乾啲水之後就加啲鹽谷落去撈埋佢。減肥嗰陣越係唔食得就越想亂食嘢咯，要堅持住啊！拜拜。